下来呢，我们再来看看请求的情境。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示范的题型。我去图书馆，地路，为让人满意。我们套用我们的句型，对象加请求语，还有原因以及你的诉求。那这一题对象是谁呢？是对方，可能是爸妹、阿爸，都可以。那请求语是什么？歹势、歹势。原因是什么呢？要去图书馆。故说我都会讲，我想要去图书馆。最后，我的诉求是什么呢？请问我用的行怎错？套用句型过后，我们可以这样回答：爸妹，歹势，我想要去图书馆。请问我用的行怎错？接下来，我们再来多做一个练习。先看下面的题目。阿明嘅叫嘛用字，上本一集落去，我用嚟问木下人怎做的？套用刚刚学到的句型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回答：阿妹，拜托啦，我想学一集阿明木下嘅社交诶，做得冇？